我们全教会我们有设立一个全教会的代祷网。这个代祷网里面呢，里面有所有长职都含在里面。然后除了长职以外，还有一些像是团契的会长啊、辅导啊，都在这个代祷网里面。这个代祷网有一个用处，就是如果在我们团契里面或者全教会里面有哪些兄弟姐妹需要代祷，有出了什么事情需要紧急，特别是紧急的事件要代祷的时候，那知道消息的人就会把这个消息放在这个代祷网上面。如果说这个代祷网上面放一个人的名字，一看，子瑜怎么了？这样。然后呢，当然，子瑜所属的会长，就是青少契的会长，就会看到这个消息，说：“子瑜怎么了？”然后他青少契的会长就会负责去联络他们自己的契友，然后前去关心。像今天有新人，对不对？有新人，那青少契的会长、副会长，弟兄，副会长是谁？副会长吴安，今年今年还没有过，今年副会长他是吴安的，然后吴安弟兄就要负责去酒火姐招呼一下这样子，然后呢让不管是新朋友或者有需要的弟兄姐妹都可以透过各样垂直也好、纵横也好，就是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关心这样。那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像之前牧师有的时候有空，我会参加社青的聚会，社青他们也是在每次聚会之后就会有代祷事项。那青少契也会有属于青少契的代祷事项。那我不知道在这些代祷事项当中，我们回想我们自己的祷告，从年初到现在，我们的祷告内容是不是都差不多？不管你是为工作啊，还是为功课啊，还是为跟家里人的关系，或者跟同学、同事的关系等等，好像或者是服事上的需要，好像有些祷告差异性没有很大，都是差不多的。那在这些祷告的在这样久久的祷告当中，你们有没有看到上帝的作为？放眼望去，好像大家都有一点，好像上帝的作为啊，好像没有什么看到哦。好，那我们有发现，比如说，当你在祷告什么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主道成肉身的爱就在你的身边？比如说，你正好在想什么事情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出现，安慰了你，鼓励了你，或者是陪伴你。那个人其实就是某一种形式道成肉身的陪伴、鼓励跟安慰。好，你们在训练你们自己的、磨练你们自己祷告的生活上，很多事情我们要更要细细的去体察。那我们今天要从但以理的祷告一起来思考，上帝他是如何听我们的祷告，他又如何来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但以理读到今天应该是第9章。前9章，如果今天还来不及看圣经，前8章好了。前8章你们看到但以理最有印象的是什么？是有在看圣经吗？你们有在看圣经吗？他是解梦达人。但以理应该从主日学就有一个故事是非常熟悉的。好，问一下主日学老师啦，主日学老师，来，谁自动？你需要说一下吗？还是以家？还是用什么？狮子坑，对啊，一想到但以理，就想到狮子坑，因为但以理就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去。好，还有什么？就是很有印象，还有什么？解梦达人，对，还有4个答案哇，像有奖征答答对，现在两题了，还有2个什么？你觉得但以理最有被火烧，对，他但以理的朋友被丢到火窑里面要被烧。还有最后一个应该是第6章以后，就是第7章开始比较多的东西，好吧？最近有没有看？好，我就说异象，但以理看到了许多的异象。但以理从上个礼拜我们就在读但以理了。但以理他身居王宫，被巴比伦王重用。
他因着这样，他却没有失去他身为上帝子民的身份。他被掳到巴比伦将近70年的时间，前后大约70年左右的时间，他始终如一都是粗茶淡饭，王的膳食他都不用。他为了他的国家民族日夜祷告，日夜祷告了70年。日夜祷告了70年的这个日子里面，上帝却让他，也就是第7章以后的记载，上帝却让他看见一连串的异象是什么？4只巨兽、巨大怪兽的那个异象，还有公绵羊与公山羊的异象，就是这几天会有提到的。这些4只巨兽，不论是4只巨兽也好，还是公绵羊跟公山羊的异象也好，这在说什么呢？这些异象说，在未来的日子里，世界上会有许多的霸权纷纷的兴起。我要来考历史了，来，这国中、高中我在读历史了哈，好，这样才不会睡着。巴比伦之后的一个帝国是波斯，波斯之后的帝国是希腊帝国。好，问题来了，希腊帝国后面一个帝国是什么？罗马。那个还没有不用考联考的人，居然答得这么快。对，希腊帝国之后紧接着就是，当然它也不算是紧接了，就是以帝国来讲，它就接着就是罗马帝国。所以这些不论是灭掉以色列的帝国巴比伦，还是之后灭掉巴比伦的波斯，还是希腊，还是罗马，一个一个列强兴起。后一个灭掉前一个，后一个灭掉前一个，一个比一个凶残，一个比一个强盛。然后这些意象里面告诉但以理说，犹太人啊，就是他的民族，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列强一个一个列强兴起的过程当中，他们所受到的迫害是越来越严重。这不是很傻眼吗？我祷告了70年，我们以70年概数来算好了。我祷告了70年，然后呢，上帝也让我看到了这些不堪的未来。那是怎样？我们这一群以色列百姓该如何去何从？但以理他因着这样子，他落在极大的黑暗里面。第8章27节有说，但以理因为如此，所以他昏迷不醒，病了数天，倒在床上没办法起来，他几乎快要被击垮了。70年呢，不是70天，不是70个月，是70年，是70年。这样子的无助，催逼他更多的去查考一些史籍。他在史籍里面，果然啊，凡寻求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他在史籍里面发现了之前先知耶利米所留下来的一些记载。他在先知耶利米先知的预言当中，就是上帝透过先知耶利米的预言，他看见上帝论耶路撒冷荒凉的期是70年，也就是说70年，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啊，差不多了，我们就要准备回去了。但以理算着70年好像差不多了差不多要到了，70年不就近在眼前吗？于是他就想那个荒凉的耶路撒冷，荒凉的圣殿，想着这一群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跟他一样，他也是一样被掳的，就是他也是在这个被掳的群体当中。许多的人为了生活放弃了信仰，许多的人被同化，失去了他们自己的身份。好啊，上帝你说70年的时间到了，那又怎样？一群被同化的人，一群失去信仰、忘记自己身份的人，就算好，上帝就算你的时间70年到了，到底有多少人愿意回去重建荒凉的圣殿？有多少人愿意离开现在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生活，然后呢，再千里迢迢的走回去，去面对那一些残破不堪的东西？但以理想着不禁悲从中来。第9章，也就是今天的读经进度，他就9章的一开始叙述他就披麻蒙灰进食，
认罪祷告。今天的经文段落选择是9章的16节到19节，也就是但以理他认罪悔改禁食祷告其中的一个部分。他说，因为我们的罪恶和祖先的罪孽，但以理说我们，他把自己包括在里面，他没有除外责任，他是概括承受的。国家民族他的人民的错，他也概括承受。人民的错就是我的错，我的错，他觉得他没有什么错。其实但以理在我们看他的叙述里面，他其实并没有做错什么。可是他却愿意概括承受，他没有置身事外。在这样子的祷告里面，我们还看到什么呢？从但以理之前，我们看以斯帖记到但以理书，我们看见许多攸关他们性命生死的祷告。以斯帖记说：“我若死就死吧，对不对？”然后但以理呢？但以理我们刚才不论是但以理的3个朋友要进入火烧的窑里面，之前说即或不然，我们还是绝对不会去拜巴比伦的像。即或不然，上帝即使不救我们，我们还是绝对除了耶和华以外，我们没有别的上帝。但以理他在面对狮子坑的时候，他也是气定神闲的。其实他已经知道他将要被丢入狮子坑了，但是他在面对狮子坑的时候，他仍然气定神闲的按着他平常1天3次的祷告，并没有特别惊慌害怕，因为他在平常每天，他已经尽心尽性尽意做了他该做的事情，他坦然无惧。这一些祷告，但以理书记载的祷告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些祷告都是为了要上主的名能够被彰显，上主的名不被玷污。这些祷告都是为了这些。现在牧师要问，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狮子坑？当但以理在面对他的狮子坑的时候，很多人会说，早上不是早上，就是刚才前一堂台语礼拜，牧师有问大家说，你们觉得上帝有垂听但以理的祷告吗？当他在面对狮子坑的时候，敬拜团的先不要讲因为昨天我有讲过了，其他的人，你们觉得但以理，上帝有垂听但以理的祷告吗？有没有？那让我欢迎。好啦，第一堂台语堂，他们都说有啊，上帝有垂听但以理的祷告啊。可是我就说，奇怪，我们看的是同一本圣经啊，可是我的解读不是这样的。其实上帝根本就没有垂听他的祷告，因为他最后还是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去了，对不对？如果是我们今天，当我们在面对狮子坑的时候，狮子坑不是突然他要被丢进去，而是他早就知道他要被丢进去了。因为那个时候巴比伦王他有下一道谕令，就是凡是不拜他的，就是要被丢到狮子坑。其实但以理早就知道了，但是他还是不拜，他还是要拜他的上帝。他早就知道会有这样子的下场。所以当他面对狮子坑的时候，他并没有说，当然圣经有记载啦。或许以我们，如果是我们是但以理的话，或许我会说主啊，我这么忠心侍奉你，70年来日夜祷告，你不要让我进去那个狮子坑啊，进去温戏一定死的，必死无疑啊！那些狮子都不晓得饿了多久了。今天你去木栅动物园把你们丢到狮子那个栅栏啊，把你们通那个动物园的人把你们关进那个跟狮子关在同一个笼子里，无关影响，死就死吧因为好像也没有其他的方法，对不对？当我们去面对那些猛兽的时候，其实就是死就死，真的就是死了，死路一条了。所以其实乍看之下，上帝根本就没有听但以理的祷告，也没有听到火烧的他的朋友被丢到火烧的窑里面的祷告，没有，他们还是被丢进去了。以前牧师在拜拜的时候要烧那个纸钱啊，有些庙里面
庙里面有些那个炉火很旺的，有些大庙，他们那个炉啊，那个火真的都会窜，那个火星火呢，都会从那个洞窜出来的。要烧纸钱的时候，都远远的丢，这样，它瞄准要丢进去，这样。你不能太靠近，因为太靠近会被那个热气，就是被热气逼退啊，或者是被那个火苗烧到这样子。所以上帝也没有听他们的祷告，一样把他们丢进了火苗，都丢进了那个火窑里面。好，那现在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狮子坑？你觉得上帝怎么好像都没有听你的祷告，你还是避免不了的被丢进了属于你的狮子坑？是婚姻吗？是感情生活吗？是健康状况一直出问题吗？还是我们的工作事业始终不顺利？还是我们的教会服事始终觉得好累哦，可不可以不要再做？当我们在面对自己生命当中的狮子坑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比较多为着自己想要的来盘算，还是为了可以容神一人？当我们在面对我们的狮子坑的时候，我们祷告的内容比较多是属于为自己的欲望来求，还是比较多是为了要借着这个事情来荣耀上帝的名来求？上帝是垂听我们祷告，他不仅是听我们祷告的内容，当他在垂听祷告的时候，他更借由我们祷告的这些内容，听见我们当下的生命状态。他会诊断，会侦测出我们当下的生命状态。许多时候，有些人会问说：“牧师，这件事情我为这个事情祷告了很久，牧师，你可以给我一个答案吗？圣经里面有没有什么答案可以告诉我？”其实很多事情圣经里面并没有答案，因为你要为主牺牲到什么程度，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到什么程度，这个只有你自己跟上帝知道，没有标准答案。牧师能做的只是引导你们可以更正确的去体会到、接近到上帝的心意。牧师举个例子，在感情上面，常常很多弟兄姐妹不只是现在，包括以前待过的教会，常常在感情上面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哥林多后书6章14节，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这个青少年可能比较少，社青应该常常听到这个吧？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常常会听到许多我们的爸爸妈妈会用这样子的一句话，要求我们在感情上，在面对我们的感情上，一定要照此办理。但是这句话到底是在讲什么？使徒保罗这一句话是使徒保罗他在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所写的，他是针对哥林多教会在当时有一个现象，就是当时的初代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异端邪说，在混淆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以至于不只是在教会内，甚至在教会外，很多人对耶稣都开始有了疑惑，有了错误的认识。他们开始觉得，他们所信的福音，好像说耶稣道成肉身啊，背十字架为他们死啊，然后3天又复活啊。那个时候的异端邪说说，其实没有耶稣这个人，都是想象出来的。耶稣并没有复活，都被蒙混过去的。类似这样子的异端邪说不断的渗入教会，导致于有一些初代教会的信徒，他们开始疑惑，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圣经可以看。那个时代没有圣经可以看，那个时代也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多有牧师可以讲道啊，然后可以了解圣经，没有。那时候完全就是靠使徒保罗他一个人自己吹啦，可能他有一些亲近的同工，提摩太啊什么的，靠着一些核心同工来帮忙传福音，各地建立教会。但是呢，一个人的嘴巴能够，
他的影响力跟他就是有限，所以有些人很多人被影响，以至于在教会内部开始产生互相攻击、分裂的情况。那互相攻击、分裂，对耶稣、对教会的认识产生了冲撞的时候，请问这样子的人可以同工吗？所以这句话其实在讲的是初代教会，特别是哥林多教会的现象，就是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个，就是你对耶稣、对教会有错误的认识，甚至于你是攻击耶稣的，我们讲说敌基督。之前我们在读约翰一书的时候有谈到敌基督，我们没有办法跟这样子的人同工。马可福音也说，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其实不要说是初代教会，现在的教会也有很多我们教会里面自相纷争的，教会跟教会自相纷争，不同的教派也自相纷争，碰到了许多社会议题也自相纷争。所以这句话其实根本不是应用在婚姻上面，不是应用在感情上面。如果真的要应用，当然也可以，但是要怎么应用呢？当初保罗是怎么样的呼吁，我们就要同等的来应用。怎么应用？比如说，如果这段感情是横在你跟上帝之间的一道墙，如果因着这段感情让你跟上帝渐行渐远，甚至于让你对上帝有错误的认识，对教会有错误的认识，让你无法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也没有办法爱人如己的话，那么你的确应该要舍弃这段感情。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其实跟他是不是信主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其实许多未信主的人，甚至于比信主的人还要敬畏上帝，还要懂得彼此相爱。所以这跟他信不信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是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错误的应用跟理解。好，所以当然在感情的事情就会开始挣扎了嘛。所以这段感情到底要不要继续，完全不是在于我自己喜不喜欢这个人，当然这个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我们从但以理的祷告里我们可以知道，最重要的是你可以透过这段感情来做容神益人的事情，这是但以理祷告的核心。如果这个感情是你的狮子坑，是你要面对的挑战跟困难，那你最终的那个指导原则就是他要可以成为容神益人的一段感情。上帝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呼召跟计划，我们有领5000的，领2000的，领1000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领受像但以理还有他的朋友这样为主殉道的呼召，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像德雷莎修女那样子的呼召，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不结婚守独身的呼召，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带领未信主的另一半的这样子的呼召。即便像是牧师，我们也有不同的呼召，每一个牧师都有不同的恩赐跟使命。有的牧师他的恩赐跟使命是在于讲道，有的在于教导，有的在于关怀，有的在于宣教，就是海外宣教，有的在于他在政治社会上有他的敏感度、积极度，他去参与，许许多多不同的恩赐面向。即便是同一个像牧师这样子，同样看起来像是同样职分的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呼召。在我们祷告跟等候回应的过程当中，上帝会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生命状态来诊断。万事互相效力，这叫爱神人的益处。上帝是垂听祷告的上帝，问题是我们的祷告是不是有贴近上帝的心？我们的祷告，我们所看重的，是不是上帝所看重的？还是我们总是自以为是，或者是自以为意的评断自己、论断自己的祷告，或者是论断别人的祷告，就觉得你这样子不行啦，我这样子才可以，因为我就是怎样怎样怎样。刚刚我说过了，
即便是牧师的经验，都不能套用在所有人的身上，因为我们的呼召、我们的领受是不同的。今天有一个人，他可以带领未信主的另一半结婚，一路很好，这样子走，继续走人生道路。有的人就是不行。如果你今天在你的信仰上可以很坚定，那么这都不是问题。如果今天你在你的信仰上你实在是不够坚定，你软弱，那牧师会奉劝你最好不要，最好，因为上帝没有给你带领未信主的另一半有这样子的呼召。那么我们要，上帝到底给你了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每一个人的生命状态，上帝跟你自己，跟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有持续的祷告生活，我们的状态我们自己知道，上帝当然也知道。上帝如果是照我们所求的垂听我们的祷告，那是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么计划着，这是他的应许，就好像但以理书里面所说的，上帝如果照着我们所求的来回应，那也是因着他要荣耀他的圣名。上帝如果照着我们所求的来垂听，那也是因为他的怜悯，因为他可能正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正需要得到安慰，正需要得到鼓励，正需要得到陪伴，正需要得到支持，所以呢，他怜悯我们。好了，现在我就先让你这样子吧。就是在我们来想，就是上帝有垂听我们的祷告。那么，如果上帝不照我们所想的方式来垂听呢？那就是因为他的爱，更是因为他的爱跟认同。他认同什么？他知道我们承受得住，他知道我们承受得住我们生命当中的狮子坑，他知道我们承受得住，为了要锻炼我们强如精金。就像我们之前有读过的约伯，他知道约伯承受得住，所以给约伯这么大的试炼。这个约伯的试炼如果临到我身上的话，我大概会说死就死吧，但是一定要把我杀了算了，我搞不好就自己结束烧炭还是什么之类的，太痛苦了。但是上帝不会把约伯的试炼给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的呼召都是特别的，都是特别的。在彼得前书说，我们是活石，是圣洁的祭司，是被建造成属灵的殿。我们这个属灵的殿是否如同旧约时期，就像当时候但以理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属灵的殿是不是已经荒凉了许久了？我们这个属灵的殿，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充满了很多属于自己的欲望？我们常常祷告求上帝，主啊，求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无论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常常都只是为了自己来求？我们的祷告里面有多少成分是为了我们已经荒凉的属灵生命？有多少成分是为了上帝的真光可以继续存留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心里的那个光、那个盼望，是不是在久久一直好像一直没有得到上帝垂听的时候，似乎充满了疑惑？在充满疑惑当中，然后我们渐渐的，好像那个光、那个火，好像就快要熄灭掉了。不是上帝不垂听，是我们不晓得上帝要什么。任何的重担都不会比这个更重。所以，如果今天主耶稣，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复活是为了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狮子坑，救我们放下我们重担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多的求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义。因为当我们先求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义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上帝怎么会不知道呢？他创造我们，他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当我们尽心尽意为主的时候，我们的重担自然就脱落了，因为那个不在我们我们的重担不再占据在我们的心里，它自己就脱落了。是我们一直自己把自己的欲望不断的一直抓在自己的手里，放在自己的心里，以至于我们觉得好
没戏唱。下礼拜我们要迎接救主圣诞。圣诞除了是纪念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爱，更是等候耶稣基督再次降临，最后审判终末的那个新天新地的那个盼望。我们要更多的为上帝来求。当我们热闹庆祝过圣诞节的同时，我们要预备自己的心，迎接主基督的再临。我们要像但以理的祷告一样，我们要先认罪悔改，因为我们充满了太多的自己。我们这个圣殿，我们心里这个属灵的殿，我们充满了太多的自己，我们充满了太多自己想要的、想求的东西。从调整自己的祷告做起，我们要一起来盼望我们每一次的祷告都能更贴近上帝的心意，都能够蒙主悦纳，因为主是我们的荣耀。当基督世界之光真正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占满我们的心中的时候，我们的黑暗就会消除，就会不见。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主你是我荣耀。加添我力量，仰望容颜，因为
扶持与帮助，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天，在我们的祷告里面都能够经历在主里面的更新，让我们这死去的生命可以重新的复活，重新点燃在主里面的盼望。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